今仔日正月初五嘛是迎财神的日子，不少店头也选择伫咧今仔日开市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也特别到光华商场拜年，祝福店头生意兴旺。另外，今仔日也是新历2月14西洋情人节，伫咧台北下海城隍庙也有不少民众趁即天来拜拜，希望新的一年通有好姻缘。我们的财神爷在发送我们的这个喜气的、财气的我们的小礼物。在新高弄过兼人西迎接台北市资讯商品的重要大卖场光华商场，选伫初五迎财时开市。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到场，一开始就是以吉祥话来拜年，为光华商场开市。今天是传统的开工日，所以我们透过拜拜，祈求金龙年带给我们光华商场越来越兴旺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龙腾四海，八方进财。镜头行到台北市大同区的台北下海城隍庙，而到上尾一空中昼时啊，人是叉。旧历正月初五，拄好也是新历2月14情人节，迎财神也求好姻缘。现场通看到未少独身的少年民众来遮拜拜，望新的一年通拄到有情人。然后初五吧，想说最后收假最后一天出来走走啊，来这边稍微拜一下姻缘，然后还有听说这边的财神城隍财神爷也拜一下，因为今天情人节。听说很灵验吗？对啊，对，身边很多案例。摕起手机啊，扫 QR code 就通知影参拜的流程应该安怎做。是我求姻缘的民众，可能对拜拜流程较青分。台北下海城隍庙即摆结合科技，互民众对望爷的指示一步一步行，就通得到祝福求好姻缘。记者郭文正顺由台北报道。